在地消息，2024年宜兰东湾节7月初6伫东山河的清水公园来举办。县政府最近是开始咧找工读生，结果所发现这个名册都互人提去开另外一个假的卖种业，这县政府是呼吁民众爱注意诈骗。 高东湾节卖种业开，市站的人数算是真少，嘛无用过活动的相片。原来是有诈骗集团偷用东湾节图成立假的卖种业，想要让民众加入在社群了后，来骗民众个人的资料。如果民众没有仔细看，其实你会有点没办法判别。是，除非你是会从按赞数，就是民众，除非你会真的是去注意到你的按赞数跟贴文。 县府文化局的人员表示，今年的东湾节是7月初6开幕，假卖种业刷写7月初1，因为诈骗集团偷用今年东湾节形象图，若无详细看，真好看出差别。最近才发布招募东湾节工读生的信息，假的粉砖就随地咧发布，还佫讲加入咱社群提早报名，会当领600块的礼券。 就是他提供的说，可以登记啊，抽大奖可以领600块。那我们一般同安节，我们是属于宣导哈，那不会有主动的这件事，而且，今天确实这个也不是我们同安文化局所发送的哈。县府文化局提醒民众爱注意这种的假信息，报名工读生只要写 Google 表单的资料，唔免加入咱的社群，已经向警方备案，或假的粉砖会当摕落来，避免民众被骗去。 诈骗的这种网站其实蛮多的，而且加上其实也见怪不怪啦，就是，但这就还是应该要提高警觉。你找任何工作，其实你应该都要谨慎的去思考。目前也无民众因为假卖种业防诈骗造成财产的损失。不过，县府文化局也是提醒，今麦网络发达，假卖种业、假的信息是世界样样花。东湾节相关的资讯也是爱以官方的卖种业为主，而且要谨慎判断，唔通去互骗大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